成為一個人類係地球特有嘅體驗，所有人經歷過嘅考驗都同自由意志有關。當講到自由意志，意思係指一種集體意識嘅直覺共識。真理嘅能量喺邊度開始係一回事，而佢隨住自由意志發展到邊度，又係另一回事。你哋對雷姆利亞有興趣，因為呢段記憶就喺你哋嘅阿卡西記錄入面。當你哋頭幾次嚟到地球所體驗嘅一切，喺內心烙印得好深刻。當時教導你哋嘅係嚟自七姊妹星嘅人，為地球種落文明種子嘅導師。你哋當時同呢班嚟自外星嘅導師一齊生活，受到佢哋嘅關懷，亦都親眼見證佢哋所做嘅每一件事，都充滿無盡嘅愛心。對某啲人嚟講，七姊妹星人就好似天使，佢哋嘅教導非常不可思議。直到今日，你哋掌握嘅靈性知識，正正就係喺嗰度學返嚟嘅。想象下，如果你哋將嗰種感覺帶到嚟今日，重新燃點並繼續行落去嘅話，會係點呢？呢一個就係靈魂姊妹 Sisterhood 嘅真正意義。你會有一種對過去嘅記憶，因為呢一個就係你曾經經歷過、曾經去過嘅地方。你哋坐喺天然岩洞入面，一個隱蔽嘅角落，圍埋一個圈，身邊有神聖嘅石頭，有接近體溫嘅池水，一齊進行各種儀式。你哋喺度唱歌、接生，同埋進行各種神聖活動。而男人就會去打魚，佢哋捉唔捉到魚，係透過祈禱帶嚟能量，同埋從七姊妹星人學到嘅智慧。女人會用能量去調和，感應漁獲有幾多。試下想象，如果自己係一個男人，要負起餵飽成條村嘅責任，唔通要靠碰運氣、靠彩數去打魚咩？雖然直到今日，地球所有打獵同捕魚依然都係咁，但你試下去問一個獵人啊，有時成家人喺度等，佢哋可能兩手空空咁返屋企。雷姆利亞嘅男人就好清楚啦，女人擁有直覺，呢一點遠遠超越所謂嘅彩數。
曾經有一個雷姆利亞小朋友問佢爸爸：爸爸，從來冇女人去打魚㗎，但係你哋偏偏就會聽佢哋講，去邊度打魚就去邊度，點解嘅？爸爸望住個仔，慢慢咁同佢解釋：女人係唔會打魚嘅，但唔知點解，女人本身就係嗰啲魚咁，佢哋會知道魚所知道嘅一切。男人依賴女人嘅指引，因為女人接收到嘅信息真係有效。佢哋會因為伴侶擁有呢一種預知能力而感到自豪。女人唔單止要對成個雷姆利亞負責，仲會撫養下一代添。姊妹們，你哋當時有大把嘢要忙㗎，就好似你哋而家一樣，呢一點從來冇變過。不過，經過千千萬萬嘅歲月，隨住自由意志嘅選擇，一切慢慢發生變化，而你哋亦都變咗。雷姆利亞可以話係阿卡西記錄嘅開始。換句話講，你哋嘅生命喺雷姆利亞都只係一世人嘅時間，之後嗰一世就已經移居到一個更大嘅陸地，大部分人就係去咗而家嘅歐洲。請跟我嘅邏輯一齊思考下，你嘅阿卡西入面只有一世人嘅經歷俾你去記翻起，就係得一世。不過嗰一世係極之璀璨耀眼，簡直籠罩住你。而當時就只有嗰一世係獨一無二，於是你好自然返去以前嘅習慣模式。隨住歷史發展，男人覺得唔再需要女人嘅直覺，而且男人冇女人嘅阿卡西咁活躍。男人唔會記得你曾經係一個薩滿女巫師。隨住地球演進，出現咗徹底嘅轉變。女人嘅神聖工作，薩滿巫術，受到打壓，而且開始失傳。親愛嘅女士們，呢個唔係你哋嘅問題，而係成個文化世代嘅轉變同自由意志嘅選擇。女人為大眾提供直覺靈性指引呢個概念，漸漸咁失去，情況甚至變得越嚟越差。不過，地球正在經歷好緩慢嘅逆轉過程。人類開始見到同埋懂得欣賞女性嘅神聖角色，甚至連新聞都有報道啦。
你哋開始覺醒，意識到可能再次出現所謂女人事務。女人成為靈性領袖呢個概念，就由你哋呢一個世代開始。親愛嘅女士們，你哋唔一定要做返雷姆利亞做過一模一樣嘅事，但呢個概念已經再次出現，等你去討論同埋去慶祝。靈性領袖呢個 concept 同女權完全無關，純粹係講緊女人嘅神性，同埋為集體人類帶嚟明智領導。你其實就係自己嘅前世祖先，即係話你嘅阿卡西入面一早擁有足夠嘅配備去覺醒、重拾呢啲特質。歷史上到底發生咗咩事，令一切改變晒呢？呢啲力量又去咗邊呢？實在有太多嘢可以討論啦。但等我先話俾你知，雖然好多人都輪迴去到歐洲，但亦都有好多人去咗南美洲。今日會喺南美洲揾到屬於女人嘅事務，即係薩滿巫術，同埋喺南美洲依然保留住望落去似女性神聖儀式嘅遺跡。呢個係從雷姆利亞開創而冇被西方社會踐踏嘅遺跡。而喺歐洲，曾經有一個地方，將女性擔當神聖角色嘅概念得以延續。當歐洲其他地方幾乎都經歷咗翻天覆地嘅改變，唯獨是有一個地方，將呢一種傳統保留咗好長嘅時間，就係希臘。喺希臘一直都有所謂屬於女人嘅事務，亦都即係女神。呢一樣嘢從來冇變過，甚至曾經有過一個地下組織，薩滿巫術當時亦都存在喺嗰度。呢個係為咗靈魂姊妹可以繼續生存，呢個就係你哋嘅歷史。人類會不惜一切代價去重新燃點一啲以往行之有效嘅神聖事物，只不過神聖嘅事後來就滲入咗一啲唔純潔嘅動機，但係當中比較有智慧嘅人係知道㗎。世世代代喺阿卡西所記錄嘅係你有能力做到啲乜嘢，而唔一定係你喺邊度做過。而今日呢一股新能量正重新燃點，
你喺雷姆利亞嗰陣，究竟做過啲乜嘢？你又係點樣做到嘅呢？呢一啲智慧嘅記憶開始慢慢返嚟。當你去到希臘，你會受到好好嘅款待，意思係當地嘅能量會記得你。當你記起當初播下種子，幫手開創呢一切。雷姆利亞喺陸沉之前最後一任嘅靈魂領袖叫做瑪列夏。瑪列夏當時冇離開，根本就走唔到。當嗰座巨大嘅山脈下沉嗰一刻，下沉嘅速度非常不規則，幾乎毫無先兆。一啲比較高嘅區域都被水淹沒。瑪列夏當時已經準備好同一個島嶼一齊沉落海底。佢去咗自己最鍾意嘅山頂，等待嗰場避唔過嘅厄運。瑪列夏喺嗰度等，睇住個島一直沉落去，沉落去，然後突然停止咗下沉。佢當時就咁被困咗喺而家叫做卡哇伊可愛島嘅人間天堂。瑪列夏當時嘅壽命比大多數人長超過3個世代，度過佢打後漫長嘅生活。佢同其餘幾個人喺嗰度生活得非常好，而喺嗰度嘅男人一世都幫佢打魚。呢個就係佢嘅故事。你身上又發生過咩事呢？你當年去咗邊度呢？你曾經係咪希臘靈魂姊妹嘅一部分啊？你仲記唔記得啊？你哋大部分人都經歷過嗰段日子。親愛嘅姊妹們，你哋就係自己嘅祖先。喺度聽緊嘅每一個人，有幾點你要知道㗎。第一，你哋所有人當時都喺雷姆利亞，但唔一定係一齊。每一個人喺雷姆利亞都只有一世嘅生命，嗰一世可能發生喺雷姆利亞漫長歷史入面嘅任何一個時間點。你哋當時互相認識，但未必屬於同一個靈魂姊妹團。雖然大家可能會記起同一個概念，但係就唔一定互相記起對方。第二點，你哋擁有最初嘅種子信息，直到今日，你哋依然擁有呢一啲信息。時間並冇磨滅核心嘅教導嗰個能量。阿卡西記錄並唔係線性，而感覺亦都唔會隨住時間而淡化。第三點，你哋過去所做嘅一切，
都受到崇高嘅敬重。喺mu呢個迷你大陸，當年曾經有賴你哋嘅無私奉獻。請你好好記住呢幾點啊！之後你做咗啲乜嘢？雷姆利亞演變成點？一切都唔重要，重要嘅係最初嗰段美好歷史，集體極樂。今日，請你重新記返起。